大家收睇 Alumni G 國際學校新聞系列第3集。今日不如我哋就由講下香港嘅國際學校130年演變嘅歷史開始啦。香港嘅國際學校由1894年就開始啦。當時 Kowloon British College 即係今日嘅 KG5 開辦，最初呢只有31個學生，專為九龍嘅英國僑民嘅仔女而設。點知2年後呢，颱風就摧毀咗成個校舍喎。咁我哋 fast forward 130年先，由1902年重開，1936年何文田校舍，去到之後日戰嘅避難所，到今日呢就有53間國際學校，4萬幾個學生㗎。呢130年間，學校由單一式嘅英式課程，去到而家有 IB、A-Level、AP 等等嘅選擇，為香港國際學校社群提供全球化嘅視野教育。1月份除咗國際學校第一個 term 出成績之外，國際公開試 IGCSE 都係1月中嘅時候俾11月考生派成績表㗎。啱啱喺1月15號，劍橋國際就宣布25年11月 IGCSE 同 O-Level 嘅結果，全球超過112000名學生，嚟自128個國家收到成績。IGCSE 報考人數增加咗3%，而 O-Level 就增加咗1%㗎。雖然香港大部分國際學校嘅學生都係參加5、6月嘅考試系列，但係11月呢個時間對重讀嘅學生或者某啲地區嘅學生都好重要嘅。恭喜晒所有攞到高分嘅同學，為升讀頂尖嘅大學嚟到鋪路。家長們繼續支持你嘅孩子啦。另外，又有一間歷史悠久嘅頂尖名校值得介紹，佢將進駐嚟香港。呢間係北倫敦書院 North London Collegiate School（NLCS）。呢間學校同香港浩河集團合作，喺26年開辦男女校，提供1年級到12年級嘅課程。學校選址、學費遲啲先會公布嘅。呢間學校成立於1850年，英國最歷史悠久嘅學校。佢喺英國咧係女校嚟嘅，至於佢個國際分校就係男女校。倫敦本校25年 IB 嘅成績平均去到42.94，英國排第1，全球排第2，好多學生攞到43分或以上。佢嘅國際網絡分佈包括有濟州、杜拜、新加坡 ，IB 成績都好出色嘅。強大品牌效應係幫助申請大學嘅優勢。對家長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極具吸引力嘅選擇㗎。漢基國際學校 CIS 宣布大擴張，佢哋喺2028年嘅8月就會正式啟用北角寶馬山校園徑9號嘅新校舍，即係前日本人學校嘅舊址。Year 2 to 6嘅小學就會搬去新校舍，空間大增，仲會增設 STEM room、表演場地等等，預計會多招340個學額，擴大助學金嘅計劃添。想讀頂尖 IB 名校嘅家長，你哋記住密切留意啦。中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，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Subscribe Alumni G， 加入我哋嘅國際學校新聞資訊圈，每周更新最新升學動態。下次見。